題咁啊 regular hexagon 啦，正六邊形，六條邊一樣長。咁啊，你會知咩？你會知每一隻角就120度，點樣計出嚟咧？用 n 減2乘180度嗰個再除翻6啦，即係除翻 n 啦，佢就計到呢個120度嘅。嗱，如果你知道呢個120度，你知道呢度等腰噶嘛，咁咪即係知道呢個30度咯。OK， 冇問題。咁好啦，嗱，而家重新睇翻先，佢第一個問你，喂，究竟 ABF 呢一個三角形啦，同 ABC 係咪全等？咁係嘅，因為咧你當係兩條邊夾住一隻角啦 ，SAS 兩條邊夾住一隻角 SAS， 呢啲全部條件一樣嘅，咁就係啦。咁跟住之後咧，我哋睇埋後面，佢就講啦，而家咧 AFG 邊隻角啊？呢隻角同呢一個 BGC 呢隻角加埋係咪90度？咁我哋會知咧，因為 AC 同 BF 咧係直線嚟嘅，咁所以呢兩隻角先係佢係可能要你揾嘅嘢啦。咁跟住有咩特別咧？就係你會發覺成隻叫120，成隻叫120，而你知道呢隻已經係呢隻已經係60，sorry，呢隻已經係30啦。OK， 成個120，呢隻係30，咁所以呢隻剩翻就係90。假如你知道呢隻係90，你淨係集中睇呢個三角形啦，180減走呢隻90，咁剩翻呢兩隻咪就係90咯。咁所以第二個都係啱嘅。好啦，嚟到第三個可能比較困難少少嘅嘢係咩咧？嗱，第一我就要知自己揾緊啲咩啦。嗱，佢嗰個嘅叫做 FEG 係呢隻角 sin FEG 即係咩啊？即係叫你攞呢條邊對邊除斜邊。好啦，你要計得到呢兩條邊嘅長度，第一樣嘢係咩咧？嗱，第一樣嘢係你要知道，我哋可能要設個數字啦，例如設呢個叫做1，呢個叫30度。咁好啦，你用 cosine 30度去計嘅話，表達佢計到啲咩咧？就會計到1 over 呢一個 FG， 就係等於 cosine 30度，亦即係 FG 等於咩啊？一除 cosine 30度，係啦，一除 cosine 30度，即係大概1.1547呢啲位置啦。咁等間你用計數機直接處理啦，或者 store 咗佢啦。咁好啦。你知道呢個有咩用咧？如果我想問呢個叫1嘅話，呢個係咪都叫1啊？因為佢係一個正六邊形嚟噶嘛，每條邊應該一樣長嘅。嗱，如果係咁樣嘅話咧，呢度搞得到啦。我有呢條，我有個1，我想計條斜邊喎，點做啊？派 fact 咯，係啦，攞頭先 FG 嘅2次加1嘅2次就計到咧，佢嘅答案咧就會叫做呢條啊。就叫做開方7 over 3。好啦，呢個時候你就要可能撳一撳計數機啦。頭先呢一個 FG 我已經 store 喺 A 噶啦，咁我就攞 A 除翻呢個開方7 over 3。咁我發覺呢個答案就係咩啊？個答案就係0.7559。如果我哋 square 咗佢咧，就會係睇到係4 over 7啦，開方4 over 7，咁亦即係呢個係啱嘅。係啦，咁所以你而家重新睇多一次，就係我哋重點係咩咧？重點就係一開頭你揾到呢度 congruent 啦，你會知道呢個120度啦，呢個30度啦，所以呢隻90。如果你知呢隻90，剩翻嗰兩隻自然就係90。跟住下一步，如果要計呢啲長度，自己叻個數字俾佢，例如呢個叻做1，咁有30度啦，你知90度啦，係啦，直角三角形1 over cosine 30度就會出翻呢條FG 呢條邊。如果你有 FG，你又有個 FE， 你就可以 perfect 計到成條。如果你有呢條，你又有呢條，你就可以撳機揾到個 ratio 係呢個啦。